扎西德勒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本期的主持人蒋阳。本期的主要新闻有：达赖喇嘛尊者再次重申将住世100岁，实现藏人的愿望。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祝贺澳大利亚新当选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出席莫兰大词典首发揭幕仪式。嘎伦诺曾卓玛女士致函祝贺澳大利亚新任外长和国会议员。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发布中国系统性攻击西藏宗教认同的报告。仁增曲真根康女士正式担任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新任代表。日内瓦藏人社区在17条协议签署71周年纪念日举办抗议活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在藏传佛教萨迦派第41任法王达赤荣波切的带领下，萨迦派持教大德以及各寺院的代表在举行5天的前行修法后，于本周三5月25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向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尊者供奉了白度母如意论长寿仪轨。达赖喇嘛尊者在法会上发表讲话时，感谢萨迦派向他供奉长寿仪轨，并强调为了佛法的兴盛和西藏人民的期望，尊者祈祷自己能住世超过100岁，并呼吁信众能够做出同样的祈祷。在萨迦法王达赤荣波切的带领下，萨迦派的卓玛和盆措2个宫殿的法王和法王子依次向达赖喇嘛尊者供养了白度母如意轮长寿仪轨。与此同时，在本周一5月23号，萨迦派第43任法王智慧金刚荣波切在第42任法王大宝金刚荣波切、法王子无变金刚荣波切和法王子无住金刚荣波切的陪同下，参观了西藏博物馆。此外，应第16届噶夏的祈请，第41任萨迦法王达赤荣波切于本周四下午莅临藏人行政中央总部的思政会议厅，向藏人行政中央民主3大支柱的领导人和全体工作人员发表讲话，并进行了加持。随后，在思政边巴次仁的陪同下，参观了西藏博物馆。另外，在上周日结束的澳大利亚联邦选举中，澳洲工党领袖安东尼·阿尔巴尼斯成功当选为澳洲新任总理。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领导人在得知这一消息后，相续致函祝贺新任澳洲总理。达赖喇嘛尊者在写给新任总理的贺函中写道：西藏人民很荣幸在保护佛教和西藏文化遗产的努力中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的支持，并祝愿当选总理在迎接未来的挑战、实现澳大利亚人民的愿望，以及为了实现一个更加和谐的世界方面取得圆满成功。西藏人民议会议长堪布索南丹培和思政边巴次仁也代表西藏境内外的藏人，对澳大利亚总理安东尼·阿尔巴尼斯宣誓就任澳大利亚第31任总理表达了衷心的祝贺。议长还在随后祝贺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共同主席苏珊·坦普尔曼女士和沃伦·恩奇先生再次当选。此外，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5月27号上午，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的大乘法院中，为第223卷莫兰大词典进行了首发揭幕。达赖喇嘛尊者在揭幕仪式上发表讲话时，赞扬了西藏的宗教和文化在实现人民心灵和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部长诺增卓玛女士也于本周一5月23号祝贺澳洲国会参议员黄英贤
被新任总理任命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在写给新任澳洲外长的贺信中，诺曾卓玛部长对澳洲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积极倡导西藏问题表示感谢，并强调澳大利亚的这一举动将对扩大全球西藏运动起到了巨大的作用。诺曾卓玛部长还于当天祝贺澳大利亚议员沃伦·恩奇先生在上周结束的澳大利亚大选中再次当选。沃伦·恩奇先生是澳大利亚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的联合主席，也是去年11月第16届嘎夏任命诺曾卓玛女士为外交与新闻部部长后第一个向部长致函祝贺的澳洲议员之一。另外，在上周二5月17号第11世班禅喇嘛根敦确济尼玛被迫失踪27周年纪念日当天，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在新南威尔士州议会中发布了关于西藏宗教认同受到中国政府系统性攻击的最新报告。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辩巴次仁透过网络视讯出席了发布会，并在发表讲话时感谢澳大利亚西藏委员会、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员和当地藏人社区对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问题的关注，以及寻求国际社会帮助藏人提高对第11世班禅喇嘛失踪事件的认识，并呼吁国际社会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向世界公布第11世班禅喇嘛的下落，让他恢复与生俱来的宗教地位。新南威尔士州议会议员杰米·帕克与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代表噶玛森格以及该州藏人社区的代表一同发布了这份重要的报告。与此同时，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办事处代表茨汪加布阿热亚博士也于第11世班禅喇嘛被迫失踪27周年纪念日当天，在日本国会大厦会议厅组织了一场研讨会。代表阿若亚博士在研讨会上发表讲话时，谈到了世界是如何在70年前忽视了西藏的悲剧，又是如何让中国和其他极权主义政权入侵他国领土。他把西藏和乌克兰问题相提并论，并强调国际社会对中国入侵西藏、维吾尔和南蒙古，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行为继续保持沉默，将滋生更多的受害者和入侵事件。日本国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秘书长石川秋正先生、早稻田大学的教授石邦美子女士和超级生家协会的小林真守法师等人参加了当天的研讨会。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驻布鲁塞尔办事处新任代表仁增曲正根康女士于上周四5月19号正式接替卸任代表扎西平作先生担任办事处代表一职。在驻布鲁塞尔办事处举行的交接仪式上，驻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齐美仁增先生作为官方见证人进行了见证。驻巴黎联络处负责人郎杰桑珠先生、布鲁塞尔藏人社区的主席、各藏人协会的代表以及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参加了交接仪式。请继续收看本期节目的最后一则新闻。为了纪念1951年中国强迫西藏代表签署17条协议第71周年纪念日，位于瑞士日内瓦的藏人社区于5月23日当天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公大楼前举行了一场声势浩荡的抗议活动。日内瓦藏人社区的成员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办公大楼前打出横幅，要求中国结束对境内藏人的迫害，并抗议中国对西藏的持续非法占领。瑞藏友好协会的法语部共同负责人勒列朗格先生在集会活动上发言时，对西藏人民在面对中国政府的残酷压迫时进行的和平与非暴力的抵抗运动表示赞赏。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工作人员甘丹措摩女士在活动上简短地介绍了中国政府强迫西藏代表签署这份城下之盟的始末，
日内瓦藏人社区主席雍加次苏仓宣读了该社区纪念中国强迫西藏代表签署17条协议71周年的声明。当天恰逢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女士对中国进行为期6天的访问，因此日内瓦藏人社区呼吁高级专员为结束中国对西藏人民的迫害和人权侵犯行为做出真正的努力。各位观众朋友们，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